今天必须拿村标。我操！女娲，这是一个人游戏吗？啊！不是你大招抢我蓝干啥呀？抱歉，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……不是你都叫兄弟了，我还能说啥？我去反一个不就行了？差点经济出苍穹了。这射手，你现在可以给我吃一波吗？不行，二哥，我一等这个线憋红叉呢。哎，行吧。再等等吧，一会儿就有了。兄弟，我去上路帮一下，你帮我吃2波线。别的兄弟，你这别客气啦，刚刚瓶盖哦，不是，刚刚把你蓝都抢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你这谢了啊，兄弟，你说这扯不扯？扯。女娲，往我这大一下，快点！干嘛？我去！不是你这……懂了，一波了，兄弟。这扯不扯？你说这扯不扯？